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在咧两岸情势紧张的时阵，国际外交朋友来帮忙台湾出声。咱看到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 Sherman， 伊就暗呛中国讲用脅迫来做工具。另外，圣文森总统Glenn Salov 来个台湾访问，伊反对大国威胁小国，伊嘛讲咧，这个国际若是有基建，要用文明的方式来处理。蔡总统真正感谢圣文森的这个总理来收听，嘛用三军统帅身份，用咱国军的这个军礼盛大来甲伊欢迎。以两中的军礼欢迎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龚萨福来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别挂有两个国家国旗的翠安，代表两国成绩的欢迎。尤其正拄好两岸情势紧张的时阵，蔡英文特别感谢。尤其前几天，龚萨福总理阁下也表达，中国的军演行动不会阻止他拜访朋友，让我们非常感动。这回是龚萨福第12遍访问台湾，也是第11遍以总理的身份来访。伊讲，台湾甲圣文森拢是岛国，享有民主甲人权的价值，无支持大国家恐吓威胁，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We do not like it and we do not support it when any powerful neighbor seeks to intimidate us or bully us. Wher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we must settle them peacefully in a civilized manner. 美国副国务卿谢曼最近出访太平洋岛国，吹背伫咧所罗门群岛会晤纽西兰国防部长，两个人拢关心强军的军演，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立陶宛交通甲通信部政务处长艾格涅也带团访问台湾，吹背拜会交通部，双方针对港区发展、风电设备抑个海军合作进行讨论，并且甲华航参详两国直航的可行性。立陶宛国会议长西米利特伫几工前是讲，想要甲其他的欧盟国家议长讨论最近来台湾访问。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看讲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加伫咧柬埔寨亚这个外长会议，向中国军事演习拢是咧起诉空。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这两岸冲突激化，驻韩美军可能这侦察机可能有必要的时阵对飞来台海。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保守党党主席之前首相之前选民之阵要求候选人咧化减税进前要先解决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美国民主党的参议院即阵通过法案，但是咧共和党来阻挡。现在看到这个 Washington 报道啦吼，这个美国参议院通过着健保气候议程提出的这个法案，比数上尾是51比50，上尾也是来通过。再来国际这消息，同款来看讲，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即阵已经整5个半月，过去咧要被罗西亚军队占领这个 Zaporizhzhia 核电厂，即阵佫受到攻击。不如讲即阵双方拢正讲，到底是毋是对方咧攻击啦吼？另外，咱看到讲，自这个乌克兰出口的粮食汇准伫咧土耳其的监督之下，第一批粮食已经顺利离开乌克兰，第二批粮食也前往中国甲意大利的这个方向。大大的炮弹就掉伫黄土内底，附近建筑的厝顶，阁有互炮击的痕迹。乌克兰国内扎波罗热核电厂切阁受到攻击，互当地居民甲人道救援义工真烦恼。Мы, как горожане, призываем как войс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ак и войска Украины, ВСУ, чтобы здесь,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Энергодара, да и в принципе в 20 или 30-километровой зоне от атомной станции, открыты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е проводили. 乌克兰的核电英文上讲是国军攻击核电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嘛被俄军讲这是恐怖行为。也不过俄罗斯官方媒体公布核电厂厂区庆演的画面，讲是乌克兰的军队连续用飞弹攻击的状况。第双方拢讲是对方做的时阵，联合国秘书长谴责攻击核电厂的行为。Any attack to a nuclear plant is a suicidal thing, and I hope that those attacks will end. And at the same time, I hope that the IAEA will be able to have access to the plant and to exercise its mandate competencies.
离体两国协调，而且监视粮食货轮出口的托尼基，切切表示，头一批货物已经伫1个月初1甲初5，分别予4只货船安全出口。切切是有第2批再关闭甲食用油，拢总23吨货物的4只货船嘛顺利的出发，会分别送去托尼基、中国甲意大利。另外头一只外国货轮嘛已经进入乌克兰的港口，会伫载运购物了后离开，送去国际市场。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国际政治，带大家来看讲，在意大利总理Draghi 最近辞职，所以意大利伫咧后个月2、5就要提早来举行全国大选。目前民调领先是旧派的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带领的保守联盟，这也表示意大利兄弟党这阵党主席或者 Meloni 伊是女性，真正有可能将做是意大利头一位这个女性的女总理。意大利会伫9月2、5提早举行全国大选，根据民调显示。极右派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带领的保守联盟，目前支持率是45%，暂时领先。两个盟友，包括联盟党甲意大利前进党，已经有同意，由摕到上侪票数的政党选出总理。这嘛表示，意大利兄弟党的党魁梅洛尼做总理的机会是真大。Italians will vote, and so I could be the first woman. Leading the Italian government in all our history, and that would be absolutely for me a great honor. 梅洛尼今年45岁，捌伫前总理贝罗斯科尼的内阁做青年政策的部长。意大利兄弟党伫伊的带领之下，为2018年支持率敢若有4%的一个边缘政党，成长到支持率有甲23%的全国上大党。不过，意大利兄弟党主要的政策。包括封锁北非海岸来阻挡移民，也有反对同性恋领养囡仔，嘛引起争议。Per esempio hanno detto di noi che eravamo xenofobi perché chiedevamo di fare un accordo con i governi libici, un blocco navale a largo delle coste della Libia per bloccare i barconi, poi quando l'ha detto il ministro degli interni Minniti è diventato un genio. 梅洛尼表示，伊若当选会优先处理通货膨胀，也有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引起的欧洲能源危机等等的问题。伊会延续前总理德拉吉的政策，来找找代替能源。予意大利会当完全脱离使用罗西亚的天然气。公司新闻王亚峰编译。顶礼拜咱有报道过一名这个英国12岁查某囡仔，伊4月时阵参加网络禁气挑战，伫咧厝内昏倒，互人发现，送医了后被诊断是脑死。爸母咧和病院对敢是爱继续来治疗意见真差真济哦。伫咧诉讼战以后，英国法院维持病院有权利停止医疗行为，病院拔掉伊卫生的这个系统，伊伫咧这个月初6伫病院过身。分别被甲4个月牙齿伫咧吹到被宣告死亡。伊的老母送走这个12岁亲生后生，忍着鼻痛对我宣布这个消息。Such a beautiful little boy, and he fought right until the very end, and I'm so proud to be his mum. 但是讲牙齿定定运动，家己武术加体操，讲到送牙齿最后一天，亲人拢忍袂了哭出来。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dignified about watching a family member or a child suffocate. No family should ever have to go through what we've been through. It's barbaric. 牙齿伫咧4个时阵，互老母发现昏倒伫咧厝内，怀疑是算网络的杂气游戏所造成。伦敦皇家病院判定伊的脑部受损，并且建议进行脑死检测加电脑断层的检查。家属无愿意，要求继续卫生治疗。双方就此就开始几多个月的诉讼。自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到最高法院，拢维持病院有权利停止囡仔治疗的判决。牙齿的父母就转向联合国身心障碍委员会、甲欧洲人权法庭要求斗3工，验过最后拢无法度影响结果。原本的父母拍算申请，互牙齿转到安宁照护单位，验过也无被批准。牙齿找到伫咧病院被拔掉卫生系统，结束伊12年的生命。这件案件也引起英国的医疗伦理的讨论。当未成年人的侵权甲医疗单位的诊断发生冲突时阵，应该安怎检讨法律以外的亲情的问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以往现场看到墨西哥北部一位炭坑帮起地区矿场是淹大水，10名工人受困哦，抢救已经来到第5天，当地救援人员伫咧抽水作业，希望赶紧把人命拢总救出来。总统礼拜时阵也到现场来视察，下令加倍救援。不过随时间1分1秒过去，家属心情嘛愈来愈沉重。事故现场传出抽水机的声音，当局出动大型军车在等，医疗专车会到现场准备。墨西哥北部科阿维拉州一个深60公尺的土炭场，顶礼拜3乌过的时阵，弄到一个充满水的所在，河溪内淹水有34公尺深。5个炭工逃出来，暗过依然有10人受困。有关单位随调抽水机，包含6个军方抢水人员在内，300名士兵甲其他人员来救援。暗过到拜六水位至下降9.5公尺，是不是援救人家属家属上关心的焦点？Ellos le dijeron, no le sabemos cuándo porque depende de las horas del agua y todo eso. Dijo, pero los rescatistas y los que andan ahí, a lo que yo entendí, están de acuerdo de que les llegue arribita de la rodilla el agua.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表示，拜六是救援任务决定性的一天，暗过行动无明显的进展，伊随第隔天去事故现场勘灾。Les agradeció y les pidió que redoblaran esfuerzos para poder encontrar con vida a los mineros. Igual que yo, hicimos ahí hincapié en que el tiempo apremia y que necesitamos hacer lo necesario.在抽水的时阵，专家会调查进入矿场的水源为倒位来，希望能阻挡。目前已用法国公司提供设备协助这个任务。科阿维拉州是墨西哥主要土炭区，这2年来发生连续地面事故，上严重一摆是2006年一个矿坑爆炸，夺走65条性命。去年是有7个炭工伫另外一场事故当中死亡。公司新闻将会面评价。即阵的西班牙呢，咱讲高温破纪录，未少人想要啉冰的、啉凉的透心凉来度过这个热浪。不过，这电价也是一直咧起。这边业者为着要省电费哦，冰甲库存量互伊减少，未少业者咧走几间冰店拢买无冰甲。另外讲到这德国，这嘛是出现一个怪现象，安怎讲怪咧？天气愈好，电脑是太阳能板袂当来使用，原因是出伫咧倒哩。因讲哦，这个系统建制无够完备，日头若是真猛这个时阵，电力线路就会超崩，变成有电却无法度使用的状况。天气愈来愈热，都想要啉一杯凉的。不过最近一直创下冠军，热甲挡袂掉西班牙，所以欠冰甲。马德里一堆店头门口靠大，冰壳未了的故事，冰柜内底也是空。Pues me afecta que tengo que tener muchísimo cuidado. He tenido que ir a comprar incluso a las tiendas de los chinos, que evidentemente el precio no tiene nada que ver con un distribuidor oficial de hielo, y buscando a veces en supermercados y en todas partes, porque no nos llega el hielo. Si esto sigue así, nos vamos a ver con verdaderos problemas para mantener abierto un local de bebidas.餐饮业者烦恼，各类起生意拢无法度做，会欠冰价。部分原因是俄乌爆发战争，欧洲电池起价，这边猪冰加做成本提悬。马德里一间做冰的业者就指出，原本3月就会做冰，放在热天来用，不过而且到即马电池已经起5到6成，所以延到5月才开始做冰，减少镀冰的电池。不过最近热量真济，需求增加，工厂已经每礼拜7天，逐天24点钟运转，冰工也是。Realmente vivirlo desde dentro es muy agobiante. Nos crea demasiado estrés porque ves a clientes que te llaman entre comillas pensando que es que no quieres o servirles cuando realmente lo estamos pasando muy mal por no poder hacerlo.不过欠冰也会继续一段时间，有不少业者就指出，未来2礼拜拢无冰价应配送，部分店头是推出限买，比如每人逐天上济应买5包的冰价。不过在德国是有电无法度用，南部巴伐利亚一个小镇的太阳能业者就有怨言，天气愈好，太阳能供电系统就愈会出问题。Im Verhältnis sehen, das Jahr hat jetzt ungefähr 200 Tage, die vergangen sind, haben wir über die Hälfte der Zeitabschaltung. 不是日头愈大，电力就愈济。事实上，原本反倒都会阻碍太阳能板的发电量，因为目前太阳能相关基础建设无够，日头伤过长照，气温伤过悬，模组超载效率就开始降低。能源商只好撤掉太阳能板的供电。
Die Photovoltaikanlagen benötigen etwa 1 bis 2 Jahre, bis sie in Betrieb genommen sind, während die Netzinfrastruktur, die ja parallel nachgezogen werden muss, etwa 5 bis 10 Jahre dauert. 这个原本2030年再生能源要达到电力8成，不过基础建设煞对袂到，而且问题不止出现在太阳能、风电遥共款的情形。德国政府是表示，确定再生能源的脚步确实有延误，不过会继续努力，慢慢完成相关工作。公司新闻7万0朋友。过来看到这只白海鸥哦，这只是来自北极 English 海峡的白海鸥，最近伊收唔到咯，马航一路收来到法国塞纳河的这个流域，外观明显是消散落北，可能已经破病一段时间哦。官员甲保育团体目前无考虑将伊安乐死，希望伊赶紧哦，甲伊引导离开这个塞纳河，治疗了后，通赶紧回归大海。这只白色的海鸥因为找无路通倒，8月初为英格利海峡收对塞纳河，一路收去到离首都巴黎差不多70公里，两个水闸门的中央，引起民众的关注。地方当局甲兽医发现伊规个消散落肉，可能破病已经有一段时间啊，伫海里都已经无食物件。Il est toujours aujourd'hui en situation d'observation, de soins, de nourrissage, sous le regard attentif des scientifiques et des vétérinaires qui accompagnent les services de l'État sur cette situation-là. 保育团体海洋守护者出动无人机甲船，一路追踪这只海洋的动态，发现伊目前肺部喘气的情形是无啥问题。不过，若是一直踮伫个污染严重，而且有真侪船的噪音。也搁有伫塞纳河正水的环境内底，对这只海鸥是真不利。就要伫1、2天内，甲伊引导去出海口，而且治疗了后，互伊转去海里。不过专家讲，伊真有可能无法度家己收转去海里，就算用船啊划过，要甲伊引导嘛是真危险。今年5月，就有一只破病真严重的幼鹅，因为找无路掉伫塞纳河，伫甲伊安乐死进前，伊就已经死亡的悲剧。当局讲，现处是这只白色的海鸥，还阁有挽救的机会，所以暂时无考虑要甲伊安乐死。La question de l'euthanasie a été écartée à ce stade parce que même s'il ne mange pas et même s'il est maigre, il est alerte, il est curieux, il fait des mouvements de tête, des changements de cap, il réagit à son environnement. Voilà, c'est un animal qui est bien présent. C'est pas du tout un animal moribond. 白海鸥是保育类的动物，生活伫真寒的北极海域，分数会当大到4公尺长。根据研究显示，离法国上近的白海鸥族群是伫离塞纳河3000公里远挪威的苏瓦巴群岛。公司新闻是会长北约。通常这个外来物种哦，拢会拖甲上济，对当地生态造成真大危险。来看到美国芝加哥一个地区，为着要减少来自亚洲的这个台仔数量，逐年拢会举办真特殊的掠鱼渡灾害比赛，过程是刺激个趣味，吸引真济民众做回来参与。船只头前台仔一直跳出水面参加比赛，人伫船顶已经准备好啊，一时啊就有鱼仔落入个网仔内，还佫有台仔伫遮跳入船内，过程刺激，为避免互鱼仔拍到，有人佫伫特制头盔。And the fish start jumping, it's like popcorn, and it's crazy, and you just start laughing like you're on a roller coaster for the first time. 这是美国芝加哥南部贝斯川每年8月所办的掠鱼比赛，唔免用钓的或者是野网啊，是用船伫伊利诺河捉鱼。这个受惊的台仔鱼，当跳向空中的时阵，也就是参加比赛人用网啊掠鱼的好时机。这活动至少已经办17年，有人是连续参加10年，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民众拢来参加。I started this tournament to kind of get rid of these fish and to bring awareness of them. If they're not in your rivers, you don't want them. Get rid of them. 当地人会这么讨厌亚洲台仔鱼，是因为这外来物种生态伤过济，消耗当地人所食的鱼仔的食物，代替原生物种，对五大湖区的渔业造成威胁。所以利用这项掠鱼比赛，降低因的数量。这鱼仔最后会成做肥料，或者是动物饲料，所得的钱用来做公益。在法国伫西部的罗亚尔河也有同款的困扰，互当地人正讨厌是亚洲的螺，因真够生态，凊彩为河内底过一杯山内底都满满的螺，估算每平方公尺有50到300粒。这螺靠水中的浮游生物来维生，同款代替其他原生鱼类。专家表示，要将因程度根本是无可能的进步。公司新闻张惠敏评价。
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嘛祝福所有老爸父亲节快乐。我是阿明张一鸣，马仔讲节的时间，咱再会。